今日我哋就一齊撕開北韓嘅神秘面紗，由平壤嘅精英階層講到普通農村嘅百姓餐桌，全方位大揭秘北韓人每日真實嘅飲食生活。要了解北韓人食啲乜，首先就要明白佢哋運作咗幾十年嘅配給制，喺當地叫做配給系統。喺北韓，糧食唔係你想買幾多就買幾多，而係要睇你嘅身份、職業同埋戶籍。按北韓官方嘅標準，一個成年勞力者每日理論上可以分到500至600克左右嘅糧食。聽落好似唔算太少，對唔對啊？但係事實上，自從上一世紀90年代，即係北韓人所講嘅苦難的行軍時期開始，呢個配給系統就已經面臨好大嘅壓力。去到2020幾年嘅今日，配給嘅數量同質量往往都會打上好大嘅折扣。咁到底呢啲配給嘅糧食係乜嘢呢？如果你以為人人都可以食到白米飯，咁你就大錯特錯啦。喺北韓，白米係非常珍貴嘅主食，基本上被視為某種奢侈品。普通平壤市民可能配給入面有3成係白米，7成係粟米。但係如果離開咗平壤，去到外圍嘅咸鏡道或者兩江道等農村地區，配給嘅糧食可能9成以上都係粟米、高粱或者番薯。所以北韓普通家庭每日嘅早餐最常見嘅就係粟米飯或者粟米粥。呢種粟米飯同我哋喺香港食到嘅甜粟米好唔同，佢哋係用乾粟米磨碎之後同少許白米一齊煲，因為缺乏油脂，食落去口感非常之粗糙，甚至有點難以吞咽。為咗令到粗糧更加容易入口，北韓嘅家庭主婦會將粟米磨成粉，做成粟米麵條或者粟米餅。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佢哋食飯配啲乜嘢菜？喺北韓，不論係窮人定係富人，每餐都絕對唔可以缺席嘅靈魂角就係泡菜。北韓人叫泡菜做新奇，但係北韓嘅泡菜同南韓嘅韓式泡菜有顯著嘅分別。南韓嘅泡菜通常加咗好濃郁嘅辣椒粉、魚露、蝦醬同蒜頭，味道偏重、偏甜同辣。而北韓嘅泡菜因為物資相對匱乏，加上氣候更加寒冷，佢哋做法偏向清淡、鹹鮮，而且湯汁比較多，辣椒粉放得極少，所以睇上去顏色偏白，口感更加清爽同酸脆。每年去到11月左右，北韓就會迎來1年1度最重要嘅家庭盛事——泡菜季。喺呢個時期，政府會集中配給大白菜、蘿蔔同鹽，全家上下甚至成個社區嘅婦女都會總動員幾百斤咁醃製泡菜，然後存放在地下室或者土坑入面。呢啲泡菜就係一個北韓家庭撐過漫長嚴冬同春荒嘅最重要命脈。可以咁講，如果一個北韓家庭嘅泡菜缸空咗，咁佢哋嗰一年嘅日子就會非常難過。到了中午或者晚上，對於平壤嘅普通工薪階層嚟講，最普遍嘅一餐可能就係一碗豆腐飯。呢種叫豆腐飯嘅小食，可以話係北韓最具有代表性嘅平民美食，亦係街頭最受歡迎嘅食物之一。佢嘅做法其實好簡單，但係非常有智慧。將豆腐切成三角形，放入油鍋入面炸到金黃色，然後喺中間切開一個口袋，塞滿粟米飯或者白米飯，最後喺上面抹上一層紅彤彤嘅特製辣醬。因為豆腐提供咗難得嘅植物蛋白質，加上經過油炸之後特別香口，所以不論係大人定係小朋友都非常鍾意食。喺平壤嘅車站附近或者市場角落，經常都會見到有大媽推住小推車喺度賣豆腐飯。除了豆腐飯之外，北韓仲有一樣風靡全國嘅街頭小食，叫做人造肉飯。好多人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以為係乜嘢高端嘅科技植物肉，但係其實佢嘅出身非常之酸楚。喺20世紀90年代大饑荒時期，因為極度缺乏肉類同蛋白質，北韓人就利用提煉大豆油之後剩低嘅豆渣同豆餅，經過壓製同加工，做成一種富有彈性、外觀好似小腸或者腐皮一樣嘅豆製品。因為佢嘅口感照勁，有點似肉，所以大家就叫佢做人造肉。北韓人會將人造肉切斷，塞入米飯，再淋上香辣醬汁。呢種喺饑荒年代誕生嘅救命食物，如今竟然演變成北韓最流行嘅國民平民小食。咁北韓人平時食唔食肉呢？答案係食，但係頻率極低。對於普通市民嚟講，肉類絕對係過年、過節或者重要節日先至有機會享用嘅奢侈品。例如喺1月1日元旦、2月16日光明星節、金正日誕辰、4月15日太陽節、金日成誕辰，或者9月9日國慶節。國家會特別向每戶家庭配給少量的豬肉、雞肉或者罐頭。喺平日，普通家庭如果想補充蛋白質，主要係靠雞蛋、豆腐或者自己喺河邊釣嘅魚。喺北韓，牛係屬於國家嘅生產工具，主要用嚟耕田同拉車。隨便私自屠宰公牛係嚴重違法嘅行為，所以一般市民根本食唔到牛肉。
豬肉同鴨肉係相對比較常見嘅肉類，而喺北韓嘅飲食文化入面，鴨肉甚至被視為一種上等嘅滋補佳餚。喺平壤有幾間非常著名嘅專營烤鴨肉餐廳，不過呢啲地方通常只有官員、外企人員或者少數富裕階層先至消費得起。提到平壤，就不得不提北韓最頂級嘅美食代表平壤冷麵。如果你去北韓旅遊，導遊第一時間帶你去食嘅一定係玉流館嘅冷麵。平壤冷麵喺北韓人心中有着極高嘅地位，甚至喺佢哋嘅傳統文化入面，冷麵象徵住長壽同婚姻美滿，所以 weddings 或者重要宴會都一定要有冷麵。平壤冷麵嘅麵條主要係用蕎麥粉做成，口感非常之有彈性同韌性。湯底則係用牛肉、雞肉或者雉雞，即係野雞熬製而成嘅清湯，再加入冰涼嘅蘿蔔泡菜汁。食嘅時候，上面會鋪上幾片牛肉、豬肉、黃瓜絲、梨絲同埋半隻水煮蛋，最後加少許醋同芥末。喺炎熱嘅夏天，食一碗冰涼酸辣嘅平壤冷麵，對平壤市民嚟講，絕對係最高級嘅享受。但係我哋要清楚一點，平壤嘅生活水平同北韓其他地方相比，簡直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世界。平壤聚集咗北韓最精英嘅人口，包括黨政軍、高官、科學家、運動員同埋高級知識分子。喺平壤，你不單止可以見到現代化嘅超市，入面擺滿咗本地生產或者由中國進口嘅零食、飲料、雪糕，甚至仲有模仿西方嘅快餐店，提供漢堡包、炸雞同薯條。雖然呢啲漢堡包嘅味道可能同我們平時食開嘅連鎖店有段距離，而且價格對於普通人嚟講係天價，但係這表明平壤嘅精英階層飲食生活已經相對多樣化。然而，一旦你跨出平壤，來到北韓嘅廣大農村或者三線城市，情況就完全係另一個景象。喺農村，好多家庭依然過住自給自足嘅生活。由於配給制度喺農村地區往往無法按時足額落實，農民主要依靠自己喺屋前屋後種植嘅自留地嚟補充糧食。佢哋會喺小花園入面種植土豆，即係番薯、馬鈴薯、高粱、南瓜、大豆同各種蔬菜。喺北韓嘅兩江道同咸鏡道等北部山區，因為氣候寒冷、土地貧瘠，白米同粟米都好難生長，所以馬鈴薯就成為咗嗰度嘅絕對主食。北韓人將馬鈴薯嘅吃法發揮到了極致，除了蒸馬鈴薯、煮馬鈴薯之外，佢哋仲會將馬鈴薯磨成泥，做成馬鈴薯餅、馬鈴薯糕，甚至係用馬鈴薯澱粉做成非常有嚼勁嘅馬鈴薯麵條。喺物資最匱乏嘅時期，馬鈴薯簡直就係救活咗無數北韓山區百姓嘅生命之糧。講到北韓飲食嘅演變，就不得不提到一個非常關鍵嘅轉折點——黑市，喺當地叫做草市或者黑市集。自從90年代國家配給制幾乎癱瘓之後，北韓嘅普通老百姓為了生存，開始私下進行商品交易，逐漸形成咗遍布全國嘅私營市場。呢啲市場嘅出現，徹底改變咗北韓人嘅飲食結構。喺黑市入面，只要你有錢，不管是北韓元、人民幣定係美金，你都可以買到各式各樣嘅食物。由中國走私過嚟嘅方便麵、火腿腸、罐頭、各類調味料、白糖，到本地農民私下交易嘅新鮮蔬菜、活雞，甚至係海鮮，應有盡有。黑市嘅興起誕生咗一個叫做錢主嘅新興富裕階層。呢啲人透過商業活動積聚咗大量財富，佢哋嘅餐桌上面擺滿咗新鮮嘅海鮮、高質量嘅肉類同進口水果，飲食水平已經同普通百姓拉開咗極大嘅差距。提到海鮮，可能好多人會感到意外，其實北韓擁有非常漫長嘅海岸線，東海即日本海同黃海蘊藏住極其豐富嘅海洋資源。喺咸鏡北道嘅羅津先鋒地區或者清津市，海鮮係普通百姓餐桌上相對容易接觸到嘅蛋白質來源，例如明太魚、魷魚、蟹同埋各種貝類。北韓人非常中意食明太魚，佢哋會將明太魚曬成乾，叫做明太魚乾，既可以做下酒菜，又可以熬湯。喺寒冷嘅冬天，一碗用明太魚乾、豆腐同泡菜熬成嘅熱湯，係北韓北方居民最溫暖嘅慰藉。講到下酒菜，就不得不提北韓嘅飲酒文化。北韓人特別係男士非常之喜歡飲酒。北韓最出名嘅烈酒係燒酒，酒精濃度一般喺25度到40度左右，通常係用粟米、高粱或者番薯釀製，價格相對便宜。而喺平壤最受歡迎嘅則係大同江啤酒。大同江啤酒喺國際上面都有唔錯嘅評價，因為佢係引進咗英國舊啤酒廠嘅設備同技術釀造而成，口感非常順口。喺平壤，男士們下班之後會去啤酒屋憑票換領啤酒，或者自費購買，一邊飲啤酒一邊吹水。這亦係平壤都市生活入面少有嘅放鬆時刻。
除了正餐同酒類，北韓嘅小朋友同青少年平日有乜嘢零食食呢？喺過去，北韓嘅零食種類非常單一，基本上只有糖果同餅乾。北韓政府喺節日嘅時候，會以金正恩或者國家的名義，向全國嘅幼兒園和小學生發放節日糖果包，入面有硬糖、餅乾同炒豆。這對於北韓小朋友嚟講，係一年入面最期待嘅時刻。而近年嚟，隨着本地食品加工業嘅發展，平壤嘅商店入面亦出現咗各式各樣包裝精美嘅膨化食品、朱古力、雪糕同碳酸飲料。雖然呢啲零食嘅質量同口味可能仲未及得上外面嘅世界，但係對於北韓嘅新一代嚟講，已經係非常豐富嘅選擇。如果要總結北韓普通市民嘅飲食特點，可以用8個字嚟概括：清淡、少油、高碳水、極度節儉。因為缺乏烹飪油同各種複合調味料，北韓菜極少採用大油大火嘅爆炒，更多係採用清蒸、水煮、涼拌同燉煮嘅方式。佢哋嘅食物保留咗食材最原始嘅味道，雖然喺物質豐富嘅現代人睇嚟可能略顯單調同乏味，但係卻包含咗北韓老百姓喺有限資源下努力活出滋味嘅生活智慧。從一碗簡單嘅粟米粥，到街頭熱氣騰騰嘅豆腐飯，再到象徵身份同地位嘅平壤冷麵，北韓嘅飲食文化不單止係一種生存嘅需求，更加係這個國家數十年嚟政治、經濟同社會變遷嘅縮影。喺呢片神秘嘅土地上面，普通市民每日依然喺為咗一餐溫飽而努力奔波，但同時佢哋亦喺柴米油鹽入面堅韌咁守護住屬於自己嘅家庭溫暖同生活煙火氣。